这走马处，这是缺针，后面老佛，这就是我们天天每天都跳舞的那些。拉进去了。没有，这排队有排班的嘛，2天来一次。上1天休息2天。一建团队不是排班的嘛，每天没有，基本每天都是没有缺席的，就是都要来那种。上单坐后边。他2个想跳衣舞，就是没穿阿布，没穿那个穿的便装。唱不够，有点长的。Thank you.
就只有一段。阿布后面小罗、杨旭儿、唐马初，这个是歌唱曲真，戴帽子的苏拉，后面那个是上单错，后面是沙漠拉布娃，在后面那个是这个帽子这个是谁啊？那是小西西吧？小西西后面那个是麦吉，后面单少爷老福。这边是这个女孩子是社区街道办的，后面那个是清错，清错太多了，这个太多了，不是太多清错了。这是袖子是绿色的那个叫清错。老福里面跳舞减肥最多的，也不是无意之中减肥最多的，他最多减了将近30多斤嘛。本来没有那么，其实没有想去减肥，只是每天跳舞跳越跳越瘦。两个都戴帽子啊，我没戴帽子，把帽子给我算了。对，学校选了几个学校，有7、8个左右吧。今天晚上他们其中有一个学校面试，还有几个。小泽、麦吉、小西西，这是拉姆娃，前面沙姆。哎，什么单车什么带了，什么时候带了哈达呢？他们女孩子穿的衣服颜色好看，什么颜色都有。这边一看嘛，就是什么粉红色的呀，白色的，什么金黄色的呀，什么都有，绿色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咋你们都戴帽子呢？都把帽子戴上干了，都商量好了的。感觉像私家侦探的感觉。还有其他的直播啊，何日丽有间在直播，还有那个何日丽直播，它是同步到那个爱五洲那个乐园那个新加坡那个朋友在那边的，他一开播的话，那边也全部直接就连上了。他那边不仅直播的话呢，他一下就是2个直播，因为那个直播码是密码嘛，都是分享的，然后你可以转播啊那种，所以他一直播的话，就几个平台同时直播。是两个都是 YouTube 的，但是他抖音直播也可以连到那个 YouTube 上面，只要你把那个推流的地址给他，他可以直接转播 ，YouTube 上面可以转播。现在晚上直播的应该以后越来越多，他们一般都要直播吧，我觉得以后应该起码直播应该有4、5个以后都有。有直播的话，你们看他们的嘛，看雅布不一定他每天来，何日丽也不是一定每天都来的那种。
说有些直播的话，你们有些不认识，没有天儿，没聊天儿的。我们回来了，歌唱曲征。南卡州嘛，公路前面中，这是歌唱曲征，绿衣服是歌唱曲征，在前面走马处，这是曲征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扎西曲征，扎西曲征和歌唱曲征都是曲征。勇儿他们没来呢。还有一个曲征没来，巴塘曲征。那个后面哥哥他们在苏拉的妈妈那边。哎，这个是哪个州吗？永真没来吗？我问一下他。啊，没来呀？小伙子嘛，小伙子嘛。啊？换人吧，先换人吧，我这边还让他们上去耍。好，好。永贞呢？永贞呢？对，还没来。你跳舞吗？跳舞，他们报了的，是哪里妈妈报了的？我看一下他们来。哦，跳噻，那就跳噻。罗尔桑拿在后排，第二排。罗尔桑拿在第二圈。哎，很难的。不知道哎，没有哎。
戴帽子啊，这咋回事？3个都戴帽子，3个都戴帽子。我头发染了嘛，女主头发也染了。把别人摄影师都搞得不好意思了，对着拍的。看完他单跟别人拍。让我生育。这水是那个台湾朋友送的。哎，台湾那个朋友送的。来了的嘛，哎，这取证了嘛，这穿什么颜色呢？雍真他们在那边。
上当，上当。小李老师，这是美丽的鸡宝。鸡宝的吧，知道啊，跳了好久了嘛。真的鸡宝，多拍一拍哟。跳1年多了。鸡宝和罗尔上当。不写什么不写？鸡宝们跳了很久了，只说有一些没有在一起。
终于来了，终于看到他了。这儿棒棒糖的你们自己不要吃嘛，我买了很多的那个，用真的，用真的，明天我送嘛，明天我生，现在送了，你送嘛，好，送。什么情况？认真。全部是糖果那些。这个棒棒糖那些吃，让他们吃吧。好。送花，对。用这明天过生，提前送，因为明天不一定我会过来拍呀，排班了嘛。是那个香港的黄先生送的，因为他本来明天雍正明天的生日，对，很多巧克力也有，可能5、6种吧。奥利奥啊，还有就是巧克力有2种，还有就是口香糖、棒棒糖那些。300块钱的话，100块钱零食。不知道明天他办不办，不知道，没问他。因为不一定是每个都要去酒店里面或者是餐厅里面聚餐，不一定。明天星期1了嘛。对，明天星期1。我本来准备用那个用现金搞的，我想算了，没必要吧，我就全部弄那个1元钱、2元钱那个新的那种钞票那种装在里面，我觉得太那个了吧，还是用
用些零食吧，可以分享那种。这社区那个女孩子没有维持持续了，她跑去跳舞去了。这个是新的歌曲，只有1分53秒。阿楚还没来，哦，那个刚刚来，我就觉得阿楚刚刚到。有点短，这个歌曲有点短。哎，他要跑过来啊？他有点快。哦，他一直走啊，呵呵，看看一直走啊。我看，哎呦，辛苦了。哎，帽子不戴了，戴帽子戴上有点热。开始可以，后面出汗了之后，肯定帽子上全是。哎，我要撸够了，你全是水哟。欢欢，只要把你带回家哟。
对着拍。西装过为什么？阴阳是是另外一个是电视台的那个朋友，他有天不是牵绳子那个嘛？我问一下他呢。他一直，他一直，他一直要跑。我问一下呢，是不是代替他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阴阳他有个是民族什么，有几个账号，他有几个账号。他一般定位的地址是成都电视台或者是四川电视台。他也在那个，他每天不是有些来的很早，6点多就来了，牵绳子嘛。后面也有人对他被打了几次，被那些别人就打了之后，他没办法还手，他没有还手，他不是没办法还手，这就后面志愿者嘛，后面有段时间来，有段不来，探索阴阳，还有探索古今，还有什么阴阳那个，还有几个账号。他说他应该在这个地方被打了3次，都是一些观众嘛，就是他有些劝那个就是让往外面靠一点嘛，有些不听，他没办法报警，这种报警的话，这场地就跳舞就停了，就不让跳了。刚刚来不熟悉，团队里面还没有他。请问你是不是那个探索古今那个介绍的？是不是探索古今介绍的那个？你叫阴阳那个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个账号叫阴阳那个在四川电视台那边上班的那个介绍的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他们还说他们说是不是阴阳啊？哦，刚刚那个啊？阴乐。你账号叫阴乐吗？你是专门给他拍这些吗？这个是这个国外 YouTube 的。是像。就是国外，只是国外的。是国外的。你是国外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专门就是一个直播，在国外直播的。在国外直播的。对。拍了好久了，他基本上都要报到他。你是拍视频吗？就是都在拍，一个拍一个直播。这边直播。我这边是直播。你叫璎珞吗？啊？你叫璎珞吗？不是，我叫达瓦卓瓦。就是名字还是挺长的。达瓦卓。我还以为你是专门过来拍摄的。对，拍了1年，将近1年半左右。对。那我们方便一下微信吗？可以啊。
对对，是像吗？这个那这边就这个是你啊？啊，对，就这个，这个这在是 YouTube，就是 YouTube 的，这个然后这个是哪个软件呀？就是国外的 YouTube 的。就是他们，你给他们拍摄像，他们会给你收入吗？嗯，你给他们拍摄像，没有，我是就是自愿的，就是喜欢嘛，哦，所以给他们摄像。这也是对。卡了，这新的。又是大龙修的新货吗？他都习惯了。这是大龙修之前前几天跳的那个。一个人吗？哦，你们走了？啊，哦。这罗尔桑纳，哎，打得好打的。后面的声音，就是刚才我们秀跳的嘛，刚才我们秀跳了几天了嘛。装好像是。
少好多摄影师吧，8、9个，8个左右，每一组8个。之前每一组6、7个，加了几个，都没有，要基本上每晚都来，没有什么不来的。下班了，你该一说就结束，我还想不要提。真的不是骗你们啊！现在可以接着这个样子。棒棒糖那个，来，小李老师，光给你。小卢，你别奔他了。对呀。饼干交过来。饼干，他们饼干就吃。棒棒糖可以吃吗？喝个水。饼干交过来。饼干，他们那个牌牌。他们的牌牌。今天没时间。小鹿在吃。有很多种。